来关心中国科技体公司中钢军都科技，和台湾的检方发现讲，包含这间公司在内有3间中国企业，无经过咱政府的许可，即马就咧来台湾找高科技的人才。检方进班，甲3个人叫去问话，落尾是以20万级50万交保。调查官约谈了后，进入地检署复讯，3个查甫人被预定29、50万交保。不过，检方查出真一间中国企业因违法伫台湾找人才，甲这个人有关系。尤其是这间中国企业特别受关注。中国技术体大企业中钢独存伫对华半导体产业扮演重要角色，进前中美贸易战，和美方制裁列入黑名单，即马佫将脑筋动到台湾，无经过台湾主管机关同意，冤冤枉枉找人头协助伫台湾做业务，交无高级工程师。如果没有经过我国主管机关的许可，并且设立分公司跟营业处，来从事相关猎人头的公司，这是会违反《两岸关系人民条例》规定，它只有刑责的处罚。几月开始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都已经修法通过，那少人头和违法中资应当罚2500万。不过，过来这几年来，中国企业非法伫台湾找人才，反倒当然是愈来愈多。台湾半导体是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产业群聚，上游的 IC 设计，中游的晶片到下游的封装测试，这些东西台湾第一个很完整。对方一直出招立红线，想要爱咱的高科技人才，上康上芳乌人。面对中期强势不断，都惊有人炸台湾的高科技基地去对华，咱爱想办法，让人才甲技术留伫台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